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来，这是我送的。我在停车场，你赶紧过来。你在停车场干嘛？哎呀，不要问了，赶紧过来吧。哎，我什么情况？你带我来海边干嘛？段飞，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？我今天已经很累了。我说到了就知道了。我要你现在就告诉我。不。走吧。走吧，走吧。你有什么事你就快点说，你不说我就回去了。给你过生日。走吧。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？过来就知道了。这么高怎么下去啊？下来。下来。段飞，你干嘛呢？又在给谁发信息吗？嘘，还有5秒。5、4、3、2、1。在韩国放烟花代表幸运，如果放烟花的时候许愿，就一定能实现。快许愿吧。你许的什么愿？不能问。哦，我的愿望是，我希望云石彤永远开心幸福。谢谢你，段飞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来，这是我送的啊！哎，这下面是我送的。哎，谢谢。嫂子，我送的最大的啊！哎，嫂子我烟花喜欢吗？全部都是我放的，我跟你说啊。知道啦。这么漂亮的烟花。你过生日，我也这么给你弄一个。谢谢你们。哎，干嘛吃饭去吧？走吧，走，吃饭。哎，我帮你拿一个。走吧，老大。哎，嫂子，我给你拿。谢谢。哎，冷风呢？放炮呢。走吧，你去吃什么？对啊，吃什么？我觉得吃。
云总好。你可来了，等你好久了。怎么了？先看看这个。目前我们正在洽谈的几家商业银行同时拒绝了我们的贷款请求，并且给出了相同的回复。怎么会这样？之前不是一直合作的很愉快吗？是。可能是因为我们这次贷款数目比较大，银行拒绝我们在情理之中。但是，我总觉得这里面有一些人为的原因。什么人为原因？你想啊，就算是不同意我们的贷款请求，怎么可能在同一时间给出相同的回复呢？韩元仓，一定是韩元仓搞的鬼，除了他不会有别人。你让我好好想一想。在天海市所有的银行，没有一家再会给云世彤贷款。我们在天海市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，积攒的人脉，是云世彤这个小丫头能对抗得了的吗？啊？现在高兴还太早了吧？云世彤是会手足无措，但那个段飞可不简单了。对了，还有那个陆总，解决了吗？早就安排好了。还是那句话，每个人都有弱点，人已经控制在安全地方了，只要没人泄密，绝对万无一失。看来